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小美世界小棒锦标赛，中国的中正国小棒球队18-0大赢地主队，连续摕到2场胜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访问的行程已经公布啊，咱台湾无伫咧名单内，明仔载会先到新加坡。国安局长陈明通今日发声明，强调是医生修改林志坚的论文，才去交予于正煌做参考。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阵好消息，咱的世界小棒锦标赛，高雄的中正国小所组的棒球队代表咱去美国参加小美小棒锦标赛。台湾时间7月30拍败强队多明尼加，摕到头一胜。今日早起，佮以18-0赢德州的地主队，咱做伙来看因精彩表现。选手共出安打，对垒包走去。台湾时间30拍败强队多明尼加，踢下美国小马联盟世界小棒锦标赛首胜的台湾代表队。3日早时8点半，第二战对上德州的地主队拉雷多，这支交宝摕着国旗到现场大喊：台湾加油！以高雄中正国小为主体代表队头一球先由对方投手为归号，姜正石补上本垒踢下头一分。另外一名球员姜正尧是带动全队得分的关键，5把的打击失败安打，其中包含一支清垒的3分打点的安打。1分的打点，姜正尧打击出去多地，左外野方向的安打，回来1分、2分、3分，再。代表队以18-0提前在6局结束比赛，小将攻守兼备，表现真好。为了克服水土未下的问题，因早起就到球场一直来练习。为了要让小朋友手脚动开来呢，我们早上也特别拉去球场练球。那下午呢也是那我们也提早到那个球场去。原本因经费不足，差一点无法度去美国代表队，这阵不负众望，踢下2胜。这边下一场搁再赢，就再进入冠军赛。球员也希望讲会使摕回冠军，回报国家对因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访问的行程已经公布啊，伊打算会去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甲日本，咱台湾是无伫咧名单内。佩洛西强调讲，这座访问主要是要甲民国各有友谊，强调美国坚定的承诺，关注亚太地区安全，各有经济开拓关系甲民主。访问团预计会坐空军运输机，头一站先到新加坡，8月7日会参加新加坡美国商会的演讲活动。接落来关心咱国内新冠疫情，今日是增加2824例本土，中当前有88例34个人染病死亡。这死亡的个案当中，上少年的才20多岁，较近的过两天就过身啊。另外，囡仔的密斯个案又搁增加3例，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是无较近的记录所发生密斯的情形。落尾验抗体检类发现是阳性的，怀疑讲是进前就捌感染过，毋过无发觉到。新冠本土疫情慢慢的降低，30日增加20814例本土病例，比顶一拜日下降3%。全台州新北市确诊数超过3000例，中当前有88例，死亡34例。死亡个案当中，年岁上少年是一名20多岁男性，无做过疫苗，也有创伤性脑损伤。7月25确诊，隔天就过身。那7月9号确诊新冠，开立瑞德西韦使用。因肺炎并多重器官衰竭，病况持续恶化，在7月16号晚上病逝于医院。另外，也增加3例囡仔密斯个案，其中一个是6岁查甫囡仔，无做过疫苗，也无确诊过。7月25开始发病，PCR 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吐血栓指数升悬，病院通报是密斯。目前医院咧甲后病房治疗当中，是国内第2例无确诊新冠的密斯个案。7月18号检验新冠的 N 蛋白及 S 蛋白抗体都是检验阳性，医院通报密西。那目前退烧且病况稳定，持续交入病房观察中。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总共囡仔重症病例有140例，其中密斯上济有74例。曾金雄提醒家长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以降低密斯发生率。目前6个月到4岁囡仔疫苗
疫苗注射率是11.4%，大人疫苗部分第一期注射率是91.9%，第二期是85.9%，第三期是71.4%，第四期是7.3%。记者综合报道。但国内统计到今，已经有超过8000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这当中有36个个案有签 DNR， 代表讲生命行到尽崩时阵，无爱阁做侵入性的急救。不过有医师是认为讲，台湾新冠的死亡率悬，甲签 DNR 人数增加是无直接的相关联。不过是长照机构染病比率悬，个案本身的疾病造成病情恶化，才是主要的原因。新冠本土Omicron疫情爆发，今年5月以来，差不多是36签署 DNR， 也就是加上或者是病人同意伫临终或者生命末期的时阵，无实施心肺复苏术，包含气管内底插管、心脏电击这急救行为。新冠肺炎到死前会走这个呼吸衰竭的途径比较多然后会直接休克，但不是呼吸衰竭的途径比较少。所以这个是会导致说他先天上就比较容易去签 DNR 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签署 DNR 死亡个案年岁超过80岁人占58%，而且9%有共病伫身。年岁较大人是癌症、慢性腰子病、中风较常常看到，青壮年是癌症、神经系统疾病较侪。医师表示，台湾新冠死亡率用客观来认定，甲签署 DNR 无直接的关联性。病情还算可逆的情况之下，医护人员还是会对你做最大的一个付出。我希望你能够把疾病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把它治疗回来的。医师强调，签署 DNR 无代表放弃治疗，是生命末期的时阵，无搁做侵入性的急救。今年签署 DNR 占比偏悬，应该是甲机构主频染疫率较悬有关系。所以早期诊断、早期食药才是降低老人致死率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境的管制豆豆在放令，今日到一批日本的旅行团来，因是用专案的方式，唔免隔离。伫咧机场，佫有独立的路线，袂甲一般旅客相拄。因到台湾了后，爱先验 PCR， 阴性才会当开始走行程。日本旅游业者25人分别坐2班班机，伫31尾暗仔到桃园机场。顺机场公司事先规划动线，甲一般旅客无共款的通道出关，直接去单独的等海区进行采验了后，直接伫采验区边仔坐巴士离开。接待交通部观光局透早就到机场检视动线，确认是不是符合防疫措施。是我们防疫的需求，所以并没有办法人多的地方是可以去，所以原则上是请他们来看我们目前旅游国内旅游的状况是非常的 OK， 请他们放心，在于我们确定要开放国境之后，可以尽速的来台做一个旅游。观光局用专案计划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申请，采线团部需要3加4隔离检疫，不过登机前要有阴性报告，来台落地了后也会批写，等结果出来才开始行程。第一天就伫饭店休困，第二天到野柳国家公园，甲一般旅客错开时间。第三天甲台湾业者进行旅游行程交流会议，有假帮专程固定的位袂当行动。是这摆重点行程，加工搁坐台北市观光巴士游台北，因为防疫考虑是包车模式，也袂甲台湾民众有接触。学者分析，代志拢是这一波疫情当中开放较慢的国家，旅游安全是开放了后台湾吸引日本旅客的亮点。把安心安全放在前头，然后再谈台湾准备好了，再谈景点的吸引力。我想这些应该是现在在操作的重点，因为大家现在都想出国旅游啦，所以吸引性这一块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问题。疫情进前，以2019年为例，全年来台湾的日本旅客有210万人次。过去是台湾稳定国际旅客来源。今麦台湾要重开边境，学者表示，业者除了将防疫做回基本动作，后续也是回归市场的吸引力，除了美食旅程的特殊甲多元性，这样有更较侪旅客。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大家来看政治的消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伊论文的争议也阁完未煞。伊的指导教授也就是即马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搁再发声明强调讲，伊是先解过林智坚的论文了后，才提供予伊政府参考，才会有相像的所在。两个人无啥物人抄啥物人的。林智坚嘛搁开记者会，讲坚持伊就是清白的。
我是核心和雷金我的这个民调资料，我不提供。于先生今天怎么有办法完成这一份论文？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31号开记者会，澄清硕士论文绝对无抄袭，因为伫记者会进前，身兼林志坚指导教授、现金管局长的陈明通发表2000多字声明，伊强调先有林志坚民调资料论文写作，后有余正宏论文写作声明中佫指出，伊先修正林志坚论文，佫交予余正宏做参考，拢是经过伊修改建议了后同意使用，毋过强调两人拢无抄袭的动机。这一份资料给了只剩1个学期就必须要毕业的于先生，他比起我更大的一个时间压力。陈明通老师的声明对我来说是水落石出还我清白我没有抄袭。林志坚讲，家己也是受害者，伊未伫无实质证据的情形之下，指控对方抄袭，强调未提告。不过，以政府的委任律师张佑哲回应，会以司法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的纷争。既然双方存在这么大争议，我们考虑以司法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纷争。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今早期前对林志坚论文前期有关加进案，伊认为林志坚陈明通讲更较济，不如主动去台大学伦审查会设计。陈明通跟林志坚，你们2位不要再回避了，就好好的面对台大的审查会，到现场去好好的说明。用鱼目混珠的方式，我觉得没有办法局限于市民，诚实还是最好的解决策略跟一个态度。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继续讲假，另外无参加台大所开的学伦审查会。林志坚强调，赵一仁、苏宏达未审审判，对外言论较偏，提出回避请求，不过台大无回应，才用书面方式来呈现。选前论文抄袭证据无解决，恐惊还是正早拿被定赢攻击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双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发证件讲是8年就要甲结婚总气较好。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就甲呛讲，伊先爱是面对欠工欠料的问题，才来开支票会较实在。也是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就搁呛陈时中落跑，讲疫情还未结束就走去选举。另外，若是新北迄边，民进党的参选人林佳龙是甲校友谊发话，要求校友谊爱讲互清楚，到底是要选市长，也是要拼总统。团体为万丰相款推广主打的万丰宴，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往日活发邀请了明星上机，不过台北市长选战，大家一直是互呛。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常常批评台北市政，佮画出和结婚8年完成，引起黄珊珊的口水。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开支票的问题，而是必须务实的去面对为什么现在缺工缺料这么严重，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公共工程的问题。找过相关的业者来了解怎么样的地方可以缩短的时间，那作为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我相信把工程的时间缩短，也是全体市民的一个希望。疫情没有结束，就从指挥官的位置落跑，而且在疫情期间说万华是破口。但在选举到了才说要承袭，这有把事情做好吗？共同参选人蒋万安第一场做些活动，选在树林胜利后晚会，争取市民支持。伊佫即摆批评伊防疫不力，新北市长选战顶悬，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佫出招，向新北市长侯友宜画下爱向社会说明，到底是要参选市长，也是下一任总统？不是说让选民在投下市长这一票的时候，不清楚。他会在任内去请假参选其他的职务，这也涉及到诚信。我在职场工作很多年，我最清楚的把握当下，为人民努力，做好贡献，希望这一块土地会更好。虽然无正面回应林佳龙的攻势，不过对林佳龙批评前内，有关日本政府都市结为交美市不可思议的批评，侯友宜透过市府反应回应，强调林佳龙无顾新北市有49个交美市甲友好都市的成绩，所想要矮化新北市，心态则是不可思议。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102周年，李登辉基金会今日是举办台日关系论坛。
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强调讲，台湾甲日本是合作有志，毋是竞争对手。希望日本会当甲台湾斗相共，加入 CPTPP， 这会守护印太区域的稳定。参加会议的人，徛向进前无刺死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默哀来对思。这场因为前总统李登辉过身2周年特别举行的台日关系论坛，原本规划邀请安倍前首相来演讲，却是因为伊不幸被刺杀无倒来。另外，总统蔡英文受邀请致辞，推崇李前总统甲安倍相交30年，也和台日的关系更加紧密。我们在产业价值链上的角色是伙伴，而不是竞争者。所以，我们继续深化未来的经贸合作，相信可以让台湾和日本共同在国际分工上取得优势。蔡总统期望日本协助台湾加入 CPTPP， 台日紧密的合作，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稳定。主办单位强调，台湾跟日本断交50周年，虽然无正式的邦交流，却是继续深化。我认为日本人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这是台日关系除了历史渊源与经贸之外，另一个两国之間的重要羁絆。李元総統が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に、台湾を自分たちのふるさととして誇りに思う気持ちが強くなれば、台湾の主権を守り、台湾人としての尊厳を失いたくないと思うのは当然のことだからであります。全瑜台地主席强调，相信安倍建立 CPTPP 就甲台湾考虑在内。不过，因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意重新来评价李前总统的定位，引发这党内不满的声音。朱立伦也做出回应。我先生坚持台湾，到你总统时代的推动台湾的民主台湾，再到马英九总统重视两岸和平推动的和平台湾，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朱立伦强调，国民党现阶段面对着真侪挑战，包含保卫台湾、建设台湾这部分，拢是国民党的中心任务。也强调国民党爱台湾，和全民幸福，这轮党正伫克服这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台中代理一间印刷厂长期排放化学气体，摆米是互附近的民众拢挡袂牢。检调甲环保局查落发现讲，业者的空污处理费8年来是减报1亿外，甲印刷厂3个人起诉。检查人员摕到机器爬上天台来测量，确认讲线是毋是破去。台中代理的这间印刷厂，互民众检举长期排放臭味。环保局进前发觉有个样会动检调人员来搜查，发现业者涉嫌甲甲苯甲丁酮这非法的气体直接甲排放，而且8年来总共减报空气污染处理费1亿1千万。比如讲，伊工厂周遭哦。黑来去吼，黑咱来去甲评，就知影讲啊，就是这间哦。这个味道明明味道是这么浓，所以我嘛是做无奈啦。检方起诉指出，这间印刷厂产生的甲苯丁酮气体影响到神经系统，造成头壳晕、要吐、损害腰子，无经过处理就排放，严重影响到民众健康。业者年营业额达到3亿，却是无顾社会责任，所以讲伊将违反空气污染法诈欺这罪嫌，起诉4所的头家、4年的总经理甲4单的会计。那本案呢，是因为特定的区域发现有空气品质异常的情形，一举破获本案的瑞星公司有空气污染物甲苯跟丁酮超标的情势，而且呢，发现它有短漏报的事实，因此我们全案移送检调进行侦办。他们所购买这些原物量的量，来跟他们实际申报的量有落差，才发现有状况，所以有报请本署检察官指挥。那后来执行搜索的时候，确实有发现到，实际它进的量是很大的。检方考量印刷厂已经改善处理设备，3个人也拢有承认，分别对4所头家、4年的总经理求刑4年甲2年4个月，并告罚金1000万块。环保局依照排放甲苯超过标准，无有效来收集空气污染，违反超速许可，对厂方裁罚221万的罚款，另外也追缴6000多万块的空气污染费，限期90天内底缴纳。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开鬼门，台南美术馆大司机昨半暝开放民众参观亚洲的地乐展，有一个民众是穿鬼怪服装去看展。另外，屏东的夏日嘉年华昨嘛起过，有一个游客是烧钱去耍水看烟火。
乌白武上强势比赛上跳了较紧，这样趣味的画面出现伫台南美术馆。南美馆的亚洲地价甲游魂展自6月底开展以来，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这个8月30号，因为农历7月推出暗时9点到12点的半暝场，想要入去的拢爱扮做亚洲鬼怪。这是我侄子啊，但是他现在应该不太认得我了。囡仔红惊甲大妈妈蓝调调，半暝南美馆妖魔鬼怪四界爬走，各民众专工对台北入来，现场装尖整甲开始扮鬼。早上5点来的时候就开始在沿路也上网订装备，然后来这边特地来的。对，然后来这边跟网友面交。虽然已经到农历7月，但南部的景点并无受影响。屏东热天嘉年华拜六礼拜共款真侪人，拜六暗时的烟火嘛吸引真侪游客停落来欣赏。我玩了一下，我也玩了一下，很 OK 啊，很 OK 了哈，可以让小孩子打发时间。一透早嘉年华园区客满家长甲囡仔，有囡仔生了真欢喜，嘛有囡仔放热甲挡袂掉。疫情缓和，加上暑假，各地开始办活动，希望会使带走疫情的乌影甲鬼月的恐怖气氛。记者陈焕武、面交馆台南屏东报道。新竹市有一个社团甲环保局合作，每个月办一间市仔，收集民众厝内用袂着，毋过无想要等讨价的物件，把这款物件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囡仔耍的七桃米，搁二手衫裤，全拢免费提供给需要的人。这个社团每个月拢会招民众，把厝内用袂着的物件载来公园，免费分享，来提起民众珍惜资源。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种很快乐。让小朋友他有自愿的会去整理，会去把东西爱惜啊！你要跟他讲说，这物品你拿回来之后，你要好好爱惜使用，你之后用不到还可以拿去交换，他就会很好去爱护，而不会去损坏它。环保局表示，这市集自开始举办到今嘛，分享出去的物件有13000件左右。特场环保局会提供30份环保便当来给摆摊的民众。希望能够再利用优先给需要的人接替的再去做使用。那等他不用的时候呢，再次的去分享出来，那给其他人用。社团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提起民众资源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减少废弃物，大家做伙来爱惜咱的地球。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看国外，高祖进前的死亡个案拢是伫咧非洲，即阵巴西甲西班牙嘛拢出现死亡的病例。目前全世界恐惊已经超过18000人染着高祖。向岛内解释，巴西卫生部门伫当地29向 WHO 通报高岛的国内第1个死亡病例，这嘛是除了非洲5个死亡病例以外，全球头1个死亡病例。Foi notificado ao Ministério da Saúde óbito relacionado ao monkeypox. Trata-se de paciente com outras comorbidades relevantes e histórico de tratamento quimioterápico, e que houve indicação que o motivo do óbito foi relacionado ao vírus. 巴西死亡个案是一名41岁查甫人，因有淋巴癌的病历历史甲免疫系统的问题，为着交代了后健康状况恶化死亡。即马当地通报1066例确诊病例，内底98%的患者捌发生难性行为。到底巴西通报了后，西班牙嘛出现头1个死亡病例，是欧洲国家的头1个死亡案例。过当天又搁通报第2个死亡病例。El fallecimiento ha sido por una encefalitis por otra parte que puede ser una de las complicaciones de muchas infecciones víricas, ¿no? Y que parece que esta encefalitis, pues bueno, se ha producido en el contexto de una infección por la viruela del mono. 西班牙官方报告指出，已经有3750例确诊病例，其中120个人需要带病院治疗。WHO 世卫组织才大伫23，宣布甲高岛列作全球公卫紧急事件。WHO 欧洲驻深紧急事务官预估，欧洲会出现更较侪死亡病例。白强调，因为高岛出现的严重并发症，有关是真罕的看到的。目前全球嘛陆续有高岛的确诊病例。美国的纽约市到29已经有1289个人确诊，引发民众抗议，要求提供更较侪预防车。即马伦敦戴基病院嘛提供预防车，提升好照顾确诊病人的医疗人员，甲捌发生男性关系的人去注射疫苗。国视新闻台是董炳耀。天气报你知，今年的第6号风台措施下晡已经形成啊，因为距离较远，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不过下晡因为对流较旺，气象局针对1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明仔开始会受到大气压带影响，要注意风向闪大雨的情形。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这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